一、在程式商店更新 Google Meet 軟件至最新版本。二、選用手機內適用的 Google 帳戶。三、在 WhatsApp 筆記簿中點進已儲存的 Google Meet 連結。四、啟用 My Cup Camera 權限，長按程式 icon 2-3秒，點選應用程式資訊，點選僅在使用此應用程式時允許。接下來便可以正常使用啦。